過橋抽板非李晨，輕雨叫陳喬恩長腳啊！不願在異鄉流淚，誰能為我按下快進？掛住輕雨掛到喊啊！心痛到喊至真咯！輕雨上年同唱 K 分手之後，同佢火速撻着，李晨堅係中意佢噶。女友話想喺內地製作人於正套神雕俠侶度扮李莫愁，李晨就諗盡方法幫佢，自己仲投桃報李客串做楊康添。點知有人居然過橋抽板，演到李莫愁之外，仲傳佢喺朋友聚會度同霍建華撻着啊！日前仲同李晨攤牌分手添，激到李晨佢演客串角色。而家身在美國嘅李晨，前日喺微博話唔想喺異鄉流淚之前，仲話你改變不了的，就學會接受和面對。也許從失眠開始，我對自己無能為力。佢傷心流淚，咁輕雨尋日喺微博呢張喊到眼腫嘅相，又為乜啊？總有一天你承受過的痛苦會有助於你。之後仲互相取消咗微博關注添。網友都估佢哋分手啊！霍建華一向緋聞多多，之前傳因為陳喬恩飛咗林心如，陳喬恩亦為咗霍建華撇古天樂，估唔到霍生咁快又傳搭上輕雨啊！